继续来看，这是开春的上大奖。大乐透的头彩3亿3千万，一个人独得。伫个台东火车头内底彩券行开出来，这是兔仔年开春以来头奖金额上悬的。有袂少坐火车的民众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拢到彩券行排队要来买彩券，想要碰一个福气。 小小的店家，所有袂少民众排队想要买一个希望，因为这是大乐透头奖得奖的幸运彩券行。门口各大红组来庆祝，兔年开工上大的红包，大乐透的头奖3亿3千万，都开伫台东火车头这间彩券行。一个人摕到奖，嘛是过来头一摆，大乐透的头奖开伫火车头。袂少来坐车的民众知影好消息，拢想要讨一寡喜气。马上看到。 在旁边要搭火车，我买今天晚上要开的奖。从新营来的，来分运气。有买有机会，敢会当提早退休，就看一摆。彩券行头家嘛真欢喜，因为进前铁路长线的事故加上疫情，观光客实在真少，生意嘛拢受到影响。今嘛开出头奖嘛，为新的一年带来好彩头。吓一跳，对，想说终于开出来了。今年也有去求那个妈祖庙那边，就是希望可以给我们带一个好运，对啊。 想不到昨天就开始考奖。无得奖嘛免想失望，开工日台彩阁送出人的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。为了彩头奖有3亿7千万，存在加买大乐透嘛有头奖保证1亿，把机会试只手气，凡说后一个得头奖的就是你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奕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